有搜寻过的小说编辑青雨，有没有看到青雨？青雨写作、写小说、编辑剧本、创作笔记、日记、Markdown 工具，已经有这个安装了呢，解除安装哦。能上传云端，能回归档案，自动保存，背景可调深色，简洁界面分段和空格都很明了，种种好处。哇，有这么好哦！很好用哦，界面简单明了，了目字旁的了，还有暗色模式哦，写文地方背景很好看哦，心情都比较好了，写的比较轻松哦，非常好用哦。不会再推销付费内容，这个要注意说要不要缴钱呢？我没有看到要缴钱。